歡迎再次嚟到奇案博物館，我係你哋嘅館長 Jackie Stone 石 Sir。我繼續為大家講述張其中案發經過。如果未睇上集嘅朋友，可以先出去睇返上一條片。好，我哋正式開始。嗰日下晝，佢搵嚟幾個學生幫手將個木箱由宿舍搬落樓。佢同學生講，呢個係參加比賽用嘅機械人，所以好重。學生們不妨有詐，仲好心機咁幫佢將個沉重嘅木箱搬上板車。跟住張其中就一個人推住呢架載住佢妻子屍體嘅板車，喺人來人往嘅港大校園入邊行，由偉倫堂一路推到黃克競樓。嗰段路程大約需要10分鐘。呢10分鐘對於張其中嚟講，肯定係畢生最漫長、最驚心動魄嘅10分鐘。佢將木箱運到自己位於黃克競樓7樓嘅辦公室之後，以為自己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佢以為自己嘅計劃天衣無縫，但係佢漏咗一樣嘢：閉路電視。警方喺接手調查 Tina 失蹤案之後，一直覺得呢單案好奇怪。佢哋翻查偉倫堂同埋港大校園一帶嘅所有 CCTV， 佢哋發現 Tina 自從8月16號晚翻咗宿舍之後，就再冇任何離開過大樓嘅影像記錄。相反，警方發現咗一啲好可疑嘅畫面影到張其中喺案發後幾日鬼祟祟咁買木板翻宿舍。最關鍵嘅係，警方睇到8月28號下晝，張其中一個人推住一個巨大嘅木箱離開偉倫堂，向黃克競樓方向行去。呢個木箱外形奇特，而且睇落非常沉重。一個報稱太太失蹤嘅丈夫，點解要喺呢個時候搬一個咁神秘嘅木箱？警方嘅疑心即刻升到最高點。佢哋幾乎可以肯定，失蹤嘅 Tina 就好可能喺呢個木箱入面。一張無形嘅大網已經悄悄咁向張其中撒下。佢精心策劃嘅騙局好快就要被揭穿。2018年8月28號傍晚時分，香港警務處港島總區重案組嘅探員浩浩蕩蕩咁去到香港大學黃克競樓，佢哋嘅目標就係7樓張其中嘅辦公室。當探員去到辦公室門口嘅時候，張其中本人並唔喺度，但係探員已經隱約聞到由門縫滲出嚟嘅一陣陣惡臭。探員心知不妙，即刻揾人爆門入內。辦公室入邊嘅景象證實咗警方最壞嘅猜測。喺辦公室嘅角落擺住一個用木板砌成嘅大箱，嗰陣強烈嘅腐爛氣味就係由呢個箱傳出嚟。探員即刻撬開木箱，木箱入邊有一個大行李箱。當探員打開個行李箱嘅時候，一具已經嚴重腐爛、衣衫不整、頸上仲纏住電線嘅女性屍體出現喺所有人眼前。屍體旁邊仲有大量已經變黑嘅紅色液體。死者正係失蹤咗11日嘅陳慧文 Tina。幾乎喺同一時間，另一隊探員喺偉倫堂宿舍揾到張其中，將佢拘捕。被捕嘅一刻，張其中顯得好平靜。當探員問佢知唔知點解要拉佢嘅時候，佢只係淡淡咁講咗一句：我諗你哋已經揾到，係我做嘅，係我殺咗佢。跟住喺警戒之下，佢承認自己喺10幾日前因為同太太嘈交，用電線勒死咗佢。至於動機，佢話唔係為錢，係因為我哋積累咗好多年嘅問題。一個長達11日嘅尋妻謊言喺呢一刻終於被徹底戳破。一個備受尊重嘅大學教授，和藹可親嘅舍監，原來係一個親手殺死妻子仲冷靜藏屍嘅兇手。消息一出，震驚全港。所有認識佢嘅人，包括佢嘅學生、同事，都唔敢相信呢個係事實。佢哋心目中嘅好好先生張教授，點解會變成一個殺人犯？呢個問題就要留俾法庭去解答。2020年11月，案件喺高等法院開審，張其中被控一項謀殺罪。喺法庭上，佢承認自己殺咗老婆，但係佢否認謀殺罪，只係承認較輕嘅誤殺罪。呢個就係成場審訊最核心嘅爭議點，到底張其中係謀殺定係誤殺？要搞清楚呢一點，我哋先要明白兩者喺法律上嘅分別。簡單嚟講，謀殺係指被告有殺人意圖，或者明知自己嘅行為
會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而誤殺就有幾個可能性。喺呢單案入邊，辯方就提出咗兩個主要嘅抗辯理由：激嬲 （provocation）， 即係話被告係因為受到死者嘅言語或行為挑釁，導致佢突然失去自控而殺人；神志失常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即係話被告喺犯案時因為患有精神病，例如嚴重抑鬱，導致佢嘅精神官能唔正常，影響咗佢嘅自制力同判斷力。所以成場官司就係圍繞住呢兩點嚟打。辯方嘅論點係一個被逼上絕路嘅好人。辯方律師團隊嘅策略就係要將張其中塑造成一個長期受害者，一個默默承受住妻子幾十年言語暴力、精神虐待，最終因為抑鬱同埋被激嬲喺失控嘅情況下犯案嘅可憐人。為咗證明呢點，辯方傳召咗好多人上庭作供。首先就係佢哋嘅一對仔女 Nancy 同 Scott， 佢哋嘅證供可以話係賺人熱淚。佢哋形容媽媽 Tina 雖然錫佢哋，但係性格非常霸道，成日對住爸爸呼呼喝喝，用詞尖酸刻薄，將爸爸嘅尊嚴踩喺腳下。Nancy 仲話爸爸係一個好好先生，一直啞忍。佢甚至向法官求情，話我已經冇咗阿媽，我唔想再冇埋阿爸，希望法庭可以輕判。除咗仔女，好多偉倫堂嘅舊生、張其中嘅同事、朋友都寫咗求情信，形容張其中係一個善良、有耐性、樂於助人嘅好老師、好朋友。最關鍵嘅係辯方傳召嘅精神科專家蔡永業醫生。蔡醫生喺同張其中會面之後，診斷佢喺案發時患有嚴重嘅抑鬱症。佢話長期嘅精神虐待，加上案發前嘅金錢壓力，令到張其中嘅抑鬱症爆發。喺殺人嗰一刻，佢嘅判斷力同自制力都因為呢個病而受到嚴重影響，所以佢應該只係犯咗誤殺罪。控方嘅反擊，一場精心計算嘅冷血謀殺。面對辯方嘅悲情牌，控方就用翻案件本身嘅證據去證明張其中根本就係一個冷血有預謀嘅殺人犯。控方指出，張其中殺人之後嘅一連串行為完全唔似一個失控或者精神失常嘅人。第一，佢識得用老婆嘅手機 send 假訊息，製造失蹤假象。第二，佢可以冷靜咁陪個女去警署報案，對住警察講大話。第三，心思細密咁去買木板、螺絲、自製木箱藏屍。第四，佢識得用玻璃膠封死木箱，防止氣味同紅色液體滲漏。第五，佢仲識得揾學生幫手搬運屍體。控方反問：一個真正精神失常、失去理智嘅人，點可能做到呢啲咁有計劃、有步驟嘅事？呢啲行為正正顯示出佢頭腦清晰，知道自己做緊啲乜。控方亦都傳召咗自己嘅精神科專家何美儀醫生。何醫生反駁話，雖然張其中有啲抑鬱症狀，但係遠遠未去到嚴重嘅程度，更加唔會影響到佢嘅判斷力。佢認為張其中殺人嘅主要動機係出於對妻子嘅憤怒，同埋想解決同佢之間長期嘅金錢糾紛，所以呢單案係一宗有殺人意圖嘅謀殺案。陪審團經過10幾日嘅審訊，7人陪審團退庭，商議咗大約8個鐘，最終佢哋以5-2嘅大比數裁定張其中謀殺罪名成立。根據香港法律，謀殺罪嘅唯一判刑就係終身監禁。法官喺判刑時形容呢單案係一宗悲劇，佢接納張其中係一個好丈夫、好爸爸、好老師，但係法官亦都指出，無論佢嘅壓力有幾大，受到幾多挑釁，都絕對唔能夠成為殺死一個人嘅理由。尤其係佢殺人之後，用咗一連串嘅大話去欺騙家人、朋友同警察，呢啲行為令到案件嘅嚴重性大大增加。最終，張其中被判處終身監禁。一個本應喺學術殿堂發光發熱嘅教授，餘生都要喺監獄中度過。但係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張其中嘅律師團隊決定提出上訴。張其中被判終身監禁之後，
佢嘅法律團隊並冇放棄，佢哋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要求推翻謀殺罪嘅定罪。上訴嘅理據主要有3點。原審法官引導出錯，佢哋認為原審法官喺引導陪審團考慮激嬲呢個抗辯理由時，講得唔夠清楚，甚至有錯誤。特別係關於失去自控同埋冷靜期之間嘅關係，可能會誤導陪審團。專家證供處理不當。辯方認為，原審法官喺總結控辯雙方精神科專家嘅證供時，冇做到一個公平持平嘅總結，對辯方專家嘅證供有所忽略，對控方專家嘅證供就比較側重。最後嘅上訴理由就係5-2嘅裁決唔穩妥。佢哋認為，既然陪審團入邊有2個人都認為張其中唔係謀殺，即係代表案件存在合理疑點。喺呢種情況下，以5-2嘅大比數裁定謀殺罪成係唔穩妥、唔安全嘅。喺2025年11月4日，上訴法庭就張其中案有咗結果啦。前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張其中喺2025年11月4號被判處監禁7年4個月，承認誤殺罪。該罪名係以減責神志失常為基礎。佢先前被判謀殺罪成，上訴得直，並發還重審後改判，因自2018年起已還押超過7年，預計佢不久後將獲釋。張其中最初因為謀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後來佢對定罪提出上訴，上訴庭裁定其上訴得直，案件發還重審。上訴庭指出，原審法官喺引導陪審團時，錯誤排除咗辯方心理專家證人嘅證供。喺重審中，張其中承認誤殺罪，控方接納佢被判監禁7年4個月。佢因案發時患有抑鬱症，被視為減責神志失常，因此判刑較原審大幅減輕。考慮到佢自2018年被捕以嚟已被還押7年2個月，此刑期相當於佢已服刑大部分時間，預計好快可獲釋。呢單案俾咗我哋幾個好深刻嘅反思。第一，所謂嘅完美家庭，好多時只係一個假象。家家有本難念嘅經，每個家庭內部都可能有外人睇唔到嘅壓力同矛盾。維持一個完美嘅公眾形象，本身就係一種巨大嘅壓力。當內部嘅矛盾無法疏導，呢種壓力就會變成摧毀成個家庭嘅炸彈。第二，精神健康問題不分階層。張其中係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崇高，但係佢同樣會受到精神困擾，患上抑鬱症。好多時候，呢啲所謂嘅成功人士，因為自尊心強，反而更加唔願意將自己脆弱嘅一面展示俾人睇，唔識得去求助。當情緒嘅壓力上升到極點，後果就不堪設想。第三，溝通永遠係維繫一段關係最重要嘅橋樑。張其中同佢太太之間最大嘅問題，可能就係長期缺乏有效嘅溝通。一方用尖酸刻薄嘅言語作為武器，另一方就用沉默同啞忍嚟應對。呢種唔健康嘅相處模式，只會令怨恨越積越深，最終將愛意消磨殆盡，變成仇恨。呢單案並唔係一個簡單嘅好人同壞人嘅故事。張其中喺好多人眼中係一個好人，但佢犯下咗無可饒恕嘅罪行。陳慧文喺丈夫口中係一個惡妻，但佢亦都係一對仔女心愛嘅母親，更加係一個無辜嘅受害者。悲劇已經發生，無法挽回。我哋作為旁觀者，除咗感嘆之外，或者更加應該從中學習，好好珍惜眼前人，學識點樣去處理矛盾，疏導情緒，唔好俾同樣嘅悲劇喺我哋身邊重演。好啦，今集嘅奇案博物館就到呢度。呢單由兩公婆感情引發嘅悲劇，唔知帶俾你哋啲咩啟發同思考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like and share， 仲要撳埋個鐘仔，訂閱我哋奇案博物館頻道，咁就唔會錯過任何一單精彩案件嘅剖析。我係奇案博物館館長 Jackie Stone，Sixer， 我哋下一單奇案再見。